There's no way that we have to be worried about pirates. 最近有一隻豪華郵輪 Queenland 喺菲律賓嘅海域發生咗件大事。This area is known for piracy threats. 話說喺佢哋航行緊嘅時候，突然之間收到海盜嘅威脅。 We will be operating at a heightened level of security alertness during this period. 所有船員都即刻進入高度戒備狀態。 The external promenade deck will be closed on both sides from 9 p.m. to 5 a.m. 夜晚9點去到凌晨5點，所有嘅甲板區都閂晒，甲板燈咧亦都調暗咗。船長要求所有嘅客人熄晒佢哋房間嘅燈，拉好窗簾，減少船隻喺外邊嘅曝光，因為佢哋要將隻 Queenland 變成一隻隱形船。船長之後都有保底，佢都話啦，其實咁大隻嘅郵輪好似 Queenland 咁，好少真係會俾海盜去襲擊，機會咧基本上係微乎其微。咁但係講真，喺船上面嘅客人聽到呢啲咁嘅消息，仲要唔知隻船行到去邊個海域嘅地點，點會唔驚啊？所以今集我會同大家一齊拆解下，究竟依家坐郵輪係咪真係安全先？海盜仲有冇機會會再出現？同埋如果真係見到海盜啊，究竟我哋作為乘客要點樣去應對？一講到海盜，大家應該即時就係諗起 Johnny Depp 嗰套加勒比海盜電影，佢係咪型到爆先？咁但係現實中嘅海盜咧，其實唔係咁嘅畫面噶啦。佢哋咧除咗要搶劫一啲金銀財寶之外啦，而且仲會專門去搶啲貨物，同埋捉埋人質勒索贖金。呢啲人咧多數都係嚟自經濟差、政治亂嘅地方噶啦。咁佢哋最中意咧就係坐隻細艇，非常之快追上一啲又大又慢嘅貨船同埋郵輪。戰術夠狠，要先開槍嚇人，再用鈎同埋梯去爬上隻船度。靠呢啲招數，佢哋可以挑戰比自己大幾十倍嘅船，真係唔可以講笑。海盜同郵輪對決咧，歷史上唔係好多嘅案例，但係有幾單咧都非常之經典，而且好刺激。2005年嘅時候 Seabourn Spirit 一隻超級豪華郵輪喺索馬里海岸就係試過俾海盜狂擊，用 AK-47 再加火箭炮亂射，似足戰場咁啊！咁好彩嗰陣時候咧，啲船員用音波炮 LRAD 同埋水炮反擊，先至逼退到啲海盜，乘客冇事。淨係得一個船員咧係俾啲彈片擦傷，真係可以話係有驚無險。喺2008年嘅時候，大洋郵輪喺亞丁灣嗰度俾海盜追咗成20分鐘，船長全速行駛，開咗幾槍，好似動作片咁樣，先至甩到啲海盜追襲。09年 MSC 嗰單咧仲瘋狂，喺夜晚音樂會之後，有客人發現海盜坐住快艇衝緊過嚟隻船度，咁啲乘客咧都唔嘢少，攞晒啲台凳掟落海，諗住可以阻止到嗰啲海盜。最尾當然都要靠保安用水炮同埋手槍反擊，先至逼退到啲海盜。咁不過咧，呢班兇徒走之前都開咗成10幾分鐘嘅槍，好彩冇人受傷，船身咧都係有少少損壞啫。呢啲案例其實話俾我哋知，雖然海盜係夠晒兇，但係郵輪都唔好嘢噶。咁究竟呢啲海盜咧，其實喺邊度出沒嘅咧？有2個熱點區域咧係要留意嘅。第一個係撒哈拉以南非洲，佔咗依家海盜襲擊嘅20%。講到出名咧，大家有機會就係睇過 Tom Hanks 嗰套電影 Captain Phillips， 講述咧就係索馬里海岸一個真實嘅海盜故事，非常之刺激。咁有興趣睇咧就可以自己去望下套電影噶啦。咁嗰度因為風險太高啦，所以好多船啊基本上聽到索馬里就腳都軟晒，寧願兜路都唔會行去嗰邊嘅口岸。而且嗰邊嘅港口同埋旅遊設施同東南亞、歐洲比咧，真係爭一大截啦。碼頭都未有，配套更加可以話係有等於冇。咁郵輪公司咧覺得帶啲客人去到嗰邊，唔單止冇嘢玩，仲要擔心安全，所以咧寧願放棄呢個地方。而現時最多海盜襲擊嘅海域咧，就一定要講係亞丁灣，佔咗46%。咁包括咗今次 Queenland 隻船出事嘅地方蘇祿海，呢度每年都有10幾萬隻船經過，可以話係海盜眼中嘅一個肥豬肉。以前甚至乎有武裝嘅團體專門就係呢個海域嗰度搞亂同埋綁架。國際法科中心甚至乎叫呢個海域作為犯罪、海盜同埋恐怖主義嘅大本營，聽落就知唔講少啦。咁點解呢啲郵輪仲要行呢個地方？原因咪就係因為佢冇得揀咯。亞丁灣同埋蘇祿海咧係一條捷徑，唔使再繞過南非行多幾個星期。
減省啲油費同埋時間，唔使俾啲客人同埋公司嗌晒救命。咁好彩喺2020年開始啦，蘇祿海嘅海盜其實數量少咗好多，風險低到咧中6合彩都冇咁難。加上海洋郵輪有國際嘅保安睇到實一實，夠晒穩陣。萬一真係有海盜嚟，咁點算先？大家咧記得唔好淨係掛住攞個望遠鏡去望啦，真係有危險㗎。到時我嘅甲板咧就全面封閉，唔會俾任何人出去外面活動。乘客要做防海盜嘅演習，戶外活動搬晒入去室內，仲有軍事支援、武裝同埋海軍護航。而且本身隻郵輪咧其實都有足夠嘅措施去應對呢啲海盜嘅威脅。例如有啲郵輪嘅船邊咧會圍滿咗一啲剃刀鐵絲網，啲海盜爬得上嚟都痛到嗌晒救命啦。仲有水爆槍，噴水快到可以128公里每小時，衝到啲海盜好似落水狗咁，用音波炮 LRAD 發出啲尖聲，震到對海盜耳仔都聾埋。重點工啊！仲有熱成像同埋夜視鏡，夜晚變成隱形俠，熄燈低調航行。海盜靠近呢，就用啲強光閃盲佢哋。喺2017年嗰陣時候，Sea Princess 就係試過10日嘅熄燈演習。今次隻 Queen Anne 呢，其實都係咁樣準備十足。所以其實啲海盜咧係非常之怕啲郵輪㗎，因為實在太難搞啦。隻船又大，速度快，人又多，一搞亂即刻上頭條，軍隊分分鐘殺到嘅時候命仔都冇啊！而且郵輪監控咁嚴謹，想偷襲冇乜可能咯。海盜其實佢哋都係想快靚正、快錢低風險，郵輪呢啲咧簡直係惡夢級嘅挑戰。有人話旅行本身就係一場冒險㗎啦，好似呢班 Queen Anne 嘅旅客啦，度過咗一個獨一無二、非常之難忘嘅驚魂夜啊！咁講返正題啦，其實郵輪佢哋本身嘅措施咧，真係越做越好㗎啦，唔單止俾到一個奢華享受你，仲有咁刺激嘅海上故事。咁海盜仲敢唔敢去攻擊郵輪呢？有可能嘅，咁但係贏到嘅機會咧，幾乎係零咁滯㗎啦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hea 住享受海風吹過嘅 chill vibe。船上面唯一嘅海盜可能就係酒吧嗰個燒住同你條 rum 酒嘅靚仔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啲咁有趣嘅海上奇聞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希望得到你嘅支持，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嘅海上奇聞啦。拜拜。